大家好，歡迎嚟到 Get Alive， 一個探索真實人生故事嘅頻道。透過分享那些不向命運低頭、勇敢追夢嘅故事，希望啟發每一位聽眾，用自己嘅方式創造你嘅不平凡人生。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頻道。咁今日呢，我哋要傾嘅一個話題就係關於一位非常之有才華嘅新生代歌手，佢就係 Gigi 炎明熹。咁據聞咧，佢選擇唔同 TVB 續約，結果就被 TVB 雪藏啦。咁呢件事咧都引起咗唔少嘅爭議。咁今日我哋就嚟一齊探討一下。咁第一點我哋要探討嘅咧就係 TVB 雪藏炎明熹咁樣嘅做法到底啱唔啱？佢咁樣嘅做法係屬於保護公司嘅利益，定係打壓藝人嘅選擇權？第二 ，Gigi 選擇唔續約，咁就係咪等於飲水唔思源？藝人係咪唔可以有自己嘅選擇權利，定係應該對公司保持某種嘅忠誠？第三就係佢被 TVB 雪藏咗之後呢，未來佢嘅道路會點行，同埋仲有冇發展嘅機會？定係反而呢一次嘅雪藏會令佢有機會闖出另一片天？咁喺開始之前呢，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啦，因為之後仲會有好多好精彩嘅故事等緊大家嘅。咁首先講下我對 Gigi 嘅印象啦。其實我係由佢參加《星夢傳奇》開始留意佢嘅。咁當時呢，就覺得佢每一次比賽嘅成績都好好啦，咁評審對佢嘅啲評語都好好同埋好正面，所以我對佢嘅印象都好深刻。咁最關注佢嗰時候就係佢唱嗰首林憶蓮嘅《沒有你還是愛你》。咁本身咧我係好鍾意林憶蓮嘅，同埋好鍾意呢首歌。不過老實講咧，我對佢呢個版本嘅表演嘅方式咧，我就唔係我最鍾意㗎啦，因為可能我對呢一首歌已經有咗一個好固定嘅印象，所以咧佢嘅唱法就未必係我鍾意嘅風格。咁奇怪嘅係咧，就係評審對於佢呢個版本嘅評語就好高，咁我就開始對佢有更多嘅興趣啦，想知道點解評審會對佢呢個版本嘅演繹嘅評語咁高呢？係咪佢有啲嘢係我冇睇到嘅呢？咁後來佢唱其他嘅歌呢，反而我就覺得佢真係好有佢自己嘅風格啦。咁慢慢咧就越嚟越鍾意佢，特別係佢喺決賽唱過嗰首《領悟》。嗰首我真係覺得佢唱得非常非常非常之好，好感動。因為佢嗰個時候就係得16歲咋，但係佢唱領悟係由頭到尾唱到最尾之後，佢係喊咗出嚟，所以我覺得係好真情流露咯。咁領悟呢首歌呢，係李宗盛寫俾辛曉琪嘅一首歌嚟嘅。咁呢首歌入邊嘅情感呢，其實係一個歷盡滄桑嘅女人，經歷咗好多感情嘅創傷之後，先至開始領悟到人生或者愛情嘅真正道理。咁呢首歌唔單止係技巧上好難唱啊，最難嘅係你要唱出嗰種痛完之後再翻生嘅嗰種智慧同埋感受。咁呢一種咁深層次嘅歌呢，一個16歲嘅靚妹可以唱到咁，真係好唔簡單咯。咁後來我聽張佳添老師喺 YouTube 上分析啲 Gigi 唱呢首領悟嘅嗰個 YouTube 咧，佢係話到Gigi 當時唱呢首歌嘅時候，嗰個情緒比較失控，咁最後仲好似有啲走音，但係整體嚟講咧都係唱得好感人。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其實唱功好嘅人真係唔係好難揾啊，你去 practice 都會有。但係咧，你要同時有唱功之餘有感情，又唱情歌有嗰種感染力嘅歌手咧，尤其是係16歲咁嘅年紀，我覺得真係好難揾啊。咁就係因為呢首歌咧，我就對 Gigi 即係對佢嘅印象非常之深刻，同埋開始真係好鍾意佢。咁我覺得佢當時嘅實力咧係遠遠拋離咗第2、第3名嘅參賽者嘅。咁後來呢個比賽完咗之後呢，我都冇特別去留意 Gigi 啦，直到最近開始有好多新聞講啦，因為佢唔同 TVB 續約而被佢雪藏呢件事嘅，咁我先至想做呢個 video 嚟同大家分享我對呢件事嘅一啲睇法同埋分析。
咁首先我哋嚟講下 TVB 雪藏 Gigi 呢件事，究竟咁嘅做法係咪應該呢？其實呢種咁嘅做法咧，一直都好有爭議啦。TVB 咁樣做究竟係為咗保障自己定係要打壓 Gigi 呢？咁其實我自己嘅睇法咧就比較中立少少啦。我知道網上有好多人對 TVB 咁嘅做法好反感，即係覺得佢哋唔續約就雪藏人，好唔公平。但係如果你以一個比較理性啦同埋商業嘅角度嚟睇嘅話，其實 TVB 咁做咧都係好合情理嘅。因為就好似一個普通嘅公司啦，你喺度打工，然後今日你已經掟信辭職啦，你要 serve 緊 notice 嘅時候，咁公司通常都唔會再安排你參加嗰啲重要嘅會議啦，或者唔會再俾你新嘅 project 去 handle 噶啦，甚至好多嗰啲 training 啊資源都唔會再放喺你嘅身上，因為你都已經要走啊，公司當然會將心機啊資源放喺未來仲會留低喺公司，仲會幫公司賺錢嘅人嘅身上，咁呢個其實係好正常嘅。所以如果你話 TVB 雪藏 Gigi 嘅話，其實你可以咁講，佢哋只不過係做緊資源重新分配多啲咯，而唔係話特登去針對 Gigi 啦。咁始終 TVB 嘅資源其實都好有限啦，佢哋有咁多藝人要捧，咁佢哋當然會將一啲精力放喺一個嗰啲比較即係未來就會回饋翻俾公司嘅人嘅身上咯。即係再講深一層嚟講咧，其實雪藏呢個字，即係好多人俾人嘅感覺係好似打壓啊，或者唔俾你曝光，或者特登唔俾嘢你做咁。其實但係你諗深一層咧，其實社會就係咁現實噶啦。無論你做得有幾好，一旦你要離開，你嘅老細都會對你嘅態度都會唔一樣啦。其實係唔單止喺娛樂圈嘅，即係咩行業啊，打工仔我哋都會成日遇到咁嘅情況嘅。所以我唔會話 TVB 係即係打壓，而係我覺得係一個現實嘅一個商業考量上嘅一個選擇咯。但係從感性嘅角度嚟睇呢，我哋都會好戥 Gigi 唔抵咯。但係呢個就係現實嘅，就係咁殘酷咯。咁第二個我哋要探討嘅重點就係 Gigi 唔同 TVB 續約就係咪等於唔飲水思源呢？咁我覺得呢個講法咧，其實都幾有爭議性啦，甚至係一種情緒勒索，係一種 PUA。咁點解咁講呢？因為飲水思源本身係一種美德，但係如果將佢擺喺娛樂圈或者喺商業嘅社會入邊咧，其實有時候就會變開係一種道德綁架。咁冇錯，Gigi 係喺 TVB 嗰度出道，佢係透過星夢傳奇為人所熟悉，但係佢會紅唔單止係因為 TVB 俾咗佢一個平台，而係佢自己本身都係好有實力，同埋佢都好努力。TVB 提供咗一個平台，而 Gigi 就提供咗佢嘅表演同埋表現。咁其實雙方嘅關係係互相互利嘅。你唔可以話佢紅咗之後，佢選擇唔續約，就等於佢唔飲水思源或者反骨。咁呢一種講法咧，其實我覺得係好老土咯。咁你諗下啦，人哋 Gigi 都努力咗、付出咗咁多年啦，幫你攞咗收視、攞咗曝光同埋出 show 唱歌，你唔可以睇到人哋即係有更好嘅機會發展嘅時候咧，你就標籤人哋話唔識感恩咯。咁講白啲啦，如果一個藝人喺你呢度冇發展嘅空間，人工又唔吸引嘅話，甚至係音樂嘅理念都唔啱 channel 嘅話咧，佢選擇會去尋求更好嘅發展嘅未來，其實係冇問題嘅，因為呢個社會係公平同埋好現實嘅。你俾我嘅條件啱，我就留；唔啱嘅話，我就走，就係咁簡單。如果你作為平台，你接受唔到嘅話咧，你就開始去雪藏佢，唔播佢嘅歌，甚至喺背後唱衰佢，製造輿論去攻擊佢，話佢唔飲水思源，話佢反骨。咁我覺得咧，咁嘅行為咧就唔係出於商業嘅考量，而係赤裸裸嘅打壓。藝人咧係有選擇嘅權利嘅，佢唔一定要同你續約嘅。續唔續約本身咧，唔應該係一個道德嘅選擇，而係一個商業嘅選擇。如果你仲要用情義恩情去道德綁架人哋嘅話，我覺得有啲好霸道咯。即係人哋喺你呢度做嘢，佢都係有付出過，已經係交足功課咗噶啦。之後佢要走，佢要去揾出路咧，唔係背叛，呢啲係成長。唔好再用舊時代嗰啲道德標準咧去批評或者去道德綁架新一代嘅藝人。
咁最後我哋嚟探討下第三個重點啦，就係 Gigi 被雪藏之後呢，咁佢未來嘅路會點行？佢仲有冇發展嘅機會？咁我自己覺得梗係有啦，佢只會越嚟越好。咁首先 TVB 可以雪藏得佢幾耐啫？因為已經傾到續唔續約呢個問題，就代表話佢哋嘅合約都差唔多到期。咁最多都係今年尾或者明年佢嘅合約就會完成㗎啦。到時 TVB 仲可以點樣限制佢呢？咁另外就係 Gigi 今年先得20歲，明年都係21歲啫，佢仲有好長嘅路可以行。咁香港近年嘅樂壇已經好少有好似佢咁高質素嘅新生代嘅歌手啦，即係佢有唱功啦，有情感，又有台型，同埋佢身上你要睇到有一種好明顯嘅 star quality， 咁係其他嘅一啲歌手嘅身上睇唔到嘅。咁我仲記得當年佢得16歲去參加《星夢傳奇》嗰陣時，佢一出嚟你已經睇到呢一個16歲嘅女仔係好唔同嘅，佢好有氣場，同埋佢風格係好鮮明，佢係屬於嗰種你望佢一眼你就知道佢有料到嘅藝人嚟嘅。佢真真正正做到一個聲色藝俱全，同埋咧佢唔單止唱廣東歌啦，佢國語歌、英文歌都唱得非常之好嘅。咁佢之前都有翻去內地參加歌唱比賽啦，而且佢表現得非常之好。咁佢嗰首《飛飛》嘅點擊率咧都破咗1000萬，咁代表佢喺內地同埋華語圈嘅呢個知名度都已經打開。所以就算話 TVB 雪藏佢，又可以點呢？我反而覺得咧，Gigi 應該趁呢一段空檔嘅時間咧，好好休息同埋沉澱自己同埋充電，因為未來佢一定會好忙，同埋有好多發展嘅機會嘅，所以我覺得一陣咧，佢嘅合約完咗之後咧，佢就會一定會好緊要忙嘅，所以一定要趁呢段時間，即係養好自己嘅身體咯。咁大家又點睇呢件事件呢？你哋覺得 TVB 咁樣處理 Gigi 嘅呢個 case 係啱定係唔啱呢？或者你覺得 Gigi 未來嘅發展會點？都歡迎大家喺留言區嗰度話俾我知大家嘅諗法，我哋一齊嚟傾下。好啦，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為止啦。如果大家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嘅話，請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咁我哋下一條片見啦，拜拜。